罗刹镇这一仗，干净漂亮，有勇有谋，假以时日，必成为3界之中为人称颂的经典战役。多谢师傅夸奖，陶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请师傅多多指教。今天这一仗，咱们黑风寨彻底摧毁了罗刹镇，看以后谁还敢心存不轨。陶剑，你的名字在3界中可是赫赫有名了。那都是仰仗师傅的神威。主人，我有柿饼吧，少主他……哎，你也觉得少主今天威风神勇是吧？那就对了。大家记住，以后大家都要像今天一样，全力配合少主，为了我们黑风寨的壮大，齐心协力。各位，为了今天的胜利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！恭喜主人，得少主这样的旷世帅才，在主人和少主的带领下，我相信我们黑风寨一统3界的目标指日可待了。你也说得很对，今天都有赏。谢主人。主人，属下斗胆想敬少主一杯酒，可以吗？敬吧。少主，我敬你一杯。穿山甲大哥，今天的胜利并不是我陶进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靠大家齐心协力，才不辱师傅的使命。日后黑风寨还要靠大家齐心协力，为黑风寨再立新功。来，陶进先干为敬，干！少主，少主，杜月笙，我很好奇，我一向和你没有过节，你为什么要救宁采臣，坏我好事？我救宁采臣，绝不是有心跟你作对。而是我爱他，你也爱我，明白这种心情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想伤害我爱的人，我都会不顾一切出手。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，都一样。我也知道你很爱聂小倩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跟你并不是敌人，而是同盟者。此话怎讲？如果你放我走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宁采臣和聂小倩分开，到时候宁采臣归我，而你少了宁采臣这个强大的对手，聂小倩还逃得出你的手掌心吗？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因为我是宁采臣明媒正娶的妻子，相信我，只会对你有好处。可是他宁采臣并不喜欢你，你凭什么让他心甘情愿地离开聂小倩呢？宁采臣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宅心仁厚。这次我拼死相救，他自然感恩戴德，无以为报。到时候我再施展些手段，不怕他不就范。就算他的心不在我身边，我也要留住他的人。不愧为杜月笙，果然聪明啊！那你的意思是？我会照你的安排去做。我希望你能尽快地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小倩，宁大哥，小倩，宁大哥。宁大哥，这是哪里啊？自从认识了你，我的人生似乎就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。唯一能让我停下来的方式，就是找到你。我还记得上一次，好不容易知道你住在这里，可等我来的时候，却已经人去楼空。小倩，你可知道，我这一路找你找的有多辛苦？小倩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从今往后，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，还是受了什么委屈，都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我们进去吧。可是，怎么，才离开没多久就不记得了？不是没有离开多久，而是我根本没有来过这里。宁大哥，你说你曾经来这里找过我，是谁告诉你我在这儿的？是月容妹子告诉我的。上次为了找你，她还让她的姐妹帮忙。不过在这个地方没有见到你，还以为你是故意躲着我呢。那一定是月容姐看错人了。或许这里真的住过一个姑娘，他们误以为是我罢了。我想，也许是因为月容姐太过担心我，所以看错了吧。要是没有她的话，我还真是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你。现在我们是在一起了，可是她却……她怎么了？陶静一路追杀而来，她为了保护我，以身犯险，引开陶静，结果被陶静抓走了。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带走的，可是我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哎，我真是没用。宁大哥，你不要这样。陶静哥武功高强，就算是有你帮忙，你们两个也不是他的对手了。月容一路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最后还被我连累。我是担心他落入黑风手里，凶多吉少。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无论如何，月容姐和陶静哥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。我相信陶静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伤害月容姐的。希望如此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们先休整一下，再从长计议。好啊，好画啊！青山磅礴，绿水灵动，用笔凝重苍浑，墨色淋漓酣畅。能看出作画之人一定是一个胸襟坦荡、志存高远之人呐。过去也许是，可现在，这幅画出自黑风的手笔。那时候我们狐族还在他的庇护之下，真没想到，我们一直在与仇人为伍。苏语云：“文如其人。”此话又何尝不是呢？可想而知，黑风以前也曾是谦谦君子，如今却成为杀人无数的魔头，实乃是利欲熏心所致。权力和欲望的诱惑，不仅人类无法抗拒，就连妖也接受不了啊！阿文，聂夫人，
聂夫人，算你运气好，这个居然还在。这是我们狐族秘制的丹药，可以活血化瘀，对治疗内伤效果尤佳。哦，来，快吃一颗吧。哎。谢谢聂夫人。谢什么呀？如果不是我，罗刹阵也不会变成这样，你也就不会受伤了。说到底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哎，聂夫人又说客气话。大哥不是说了吗？入得罗刹阵，都是一家人。这一家人，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阿文说的对啊，更何况黑风如此大规模的攻打罗刹阵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和狐族的恩怨。你的意思，他还有别的企图？没错。其实几百年来，黑风一直把罗刹阵当成眼中钉，视罗刹阵为他统一妖界的绊脚石。这次他只不过是找了一个借口，为他扩张势力迈出的第一步而已。只要消灭了罗刹阵，妖界就再也找不到能和他对抗的力量，他就可以呼风唤雨，唯他独尊了。这个黑风，为了他自己的野心，不惜牺牲那么多的性命。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！绝不能让他得逞，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大哥，一定有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这就去召集弟兄们，跟黑风决一死战。还有我，虽然说我们聂家已经破败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召集附近的同族，一起讨伐黑风。对，我们就组建一支正义之师，给黑风一点颜色瞧瞧。好，大家既然有如此决心，我血魔自然义不容辞。只是黑风经营多年，其势力盘根错节，要想一朝一夕就打败他，非常困难。以我之见，还是先找到小环。小环？没错，黑风还不知道我们拆穿了他用摄心术控制小环的事情。只要他还继续向小环下达命令，我们就可以通过小环知道他的下一步计划，知己知彼。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胜算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儿，阎王殿前走了一圈，还是让我逃出来了。对了，这附近有没有黑风寨的人？黑风寨的人倒是没有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我看见宁采臣和聂小倩两个人，他们手牵着手走进了河边的屋子。什么？他们两个又遇见了？还真是有缘分。糟了，万一小倩说她从来没有去过那儿，那采臣大哥岂不是知道我在撒谎了？哎呀，叶蓉姐，你先别心烦，我有个办法，保管让宁采臣不但不会怀疑你，而且会乖乖听你的话。真的？
什么办法？快说来听听。有没有人啊？有人在吗？有没有人在啊？哎，月人姑娘，哎，小倩，来来来，月容姐，快来快来，看，月容姐，月容姐，哎，姐姐，月容姑娘，月容姐，你怎么样啊？慢一点，快过来。慢一点，来。月容妹妹，喝水吧。给我。月容妹妹，我是眼睁睁看着你被陶静抓走的，还以为你凶多吉少呢。我也以为自己活不成了，但或许真的是菩萨保佑，我用最后的力气发出了求救讯号。多亏了梦儿他们及时赶到，才把我救了出来。要我说，这也是月容姐平日里善事做得多了，善有善报。若不是我们听说罗刹镇出了事，担心姐姐的安危，及时赶了过来，恐怕这次真是凶多吉少了。都怪我，你要不是因为救我的话，何至于受这样的苦？彩晨大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的大哥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再说了，陶静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我，就算我真的被他抓住了，那也不一定就是个死。可如果是你落入他的手中，那才是难逃一死呢。到时候，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大活人还给小倩呢？姐姐，月容姐，你没事吧？没大碍，只是和陶静纠缠了半日，有些筋疲力尽而已。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大夫。彩晨大哥，不用了，我真的没事，只要看到你和小倩平安，我就安心了。现在陶静肯定还在外面找你们，此时出去太危险了，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可是不要可是了，我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那好吧，你放心在这休养，我和宁大哥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。慢点！你们两个打球骂俏到后面去，别挡路，看得眼晕。师傅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哪儿胡说了？你们这一路，好家伙，这相互照顾的，简直都无微不至了，根本不管我老人家了，啊！牛鼻子，虽说你没有3媒6聘，但是我这个当师傅的是很开明的，只要我一句恩准，你立马就可以把我们家小雨给娶回去了。不过咱可把话说到头里啊，成亲以后，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小雨，我就一叉子插死你！好了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我刚才看过了，黑风寨的人并没有追上来，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只是黑风此次进攻罗刹镇，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，还猜不透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把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再做打算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把散了的人再找齐？嗯。哼哼，哪那么容易啊？咦，哼，真是。你刚才没看见吗？罗刹镇现在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那就是一座死城啊！你找，你到哪儿找去？啊，到阴曹地府去找啊！我是捉妖之人，
上天入地的本事我可没有。阎王殿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前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想想，血魔的武功在你我之上，陶介要是想伤害他，没那么容易。只要有血魔在的话，我相信他能力保大家的安全。我在想，也许大家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趁乱的时候逃跑失散了而已。就算你说的对啊，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儿。可这天大地大的，咱上哪儿找去啊？前辈，你说的也没错，固然是不容易，但只要我们愿意去找的话，终究还是能找到的。其实也未必是件难事。你忘了，你还有件宝贝呢。宝贝？对呀，就是你这把宝剑呀。你这把宝剑以前不是找过小倩吗？我们这次不妨再试一试，说不定啊，聂夫人和他们在一起，只要找到小倩，就能找到他们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因为你是个大木头嘛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走了。彩晨大哥。哟，月容妹妹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看厨房有些药材，就给你熬了一些汤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本该我来照顾你的，倒还要让你在这儿操劳。你又说见外的话了。我自小无依无靠，承蒙干娘错爱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对我来说，干娘和你都是我的亲人。这次我们瞒着干娘跑出来，我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。如果再不能照顾好你，我就更无颜回去见他老人家了。你看你这才几天呢，就瘦了一大圈儿。一说到娘亲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。我们这一出来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生气只是暂时的，毕竟你是他的亲生儿子嘛。只要你以后回去好好的认个错，干娘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只是担心干娘的身体，出来的时候他老人家就不太舒服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大夫，下人丫鬟们照顾的周全不周全。常言道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可如今你和我都不在他身边，我真是不孝啊！不孝的是我才对。我自幼和娘亲相依为命的，寡母养大孤儿，这其中的艰辛就不用多说了。娘她一直希望我能金榜高中，光耀门楣，可现如今，我不仅半点功名都没有，还让她担惊受怕。我可真的是个不孝子啊！彩晨大哥，你不用太自责了。只要你有这份孝心，3年后你照样可以赴京赶考，完成干娘的心愿啊！话又说回来了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圣人们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你就当做这是一场历练，让你更多的去了解世事人情和民生疾苦。等将来做了官，为苍生谋福，为社稷献力，这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？月容妹妹，你这一番话真的是说到我心里了，我听了舒服多了。就是嘛，堂堂男子汉何必像个姑娘一样凄凄爱爱的？来，趁着把汤喝了吧，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心意哦。哎，好香啊！这汤好喝。月容妹妹，你这手艺真……怎么回事啊？彩晨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可能是热汤喝了急了点儿，有点燥热。我想可能是这几天你担惊受怕，劳累过度了吧？啊，来，
我扶你上床休息一下。小心点儿。小倩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我房间的窗户坏了，怎么也关不上，眼看就要起风了，姐姐又一直病着。小倩姐，你能帮我去看看吗？好啊，走吧。谢谢小倩姐。怎么了？财神大哥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不能对不起小倩。财神大哥，不要啊，别这样。我就说嘛，明明是拜了堂的小夫妻，还非说是什么兄妹。月容姐花容月貌，宁采臣风流倜傥，他们俩呀，一看就是天生一对。这下可好了，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小倩姐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样，财神大哥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，财神大哥，不要这样。财神，少爷快起来！郭小三儿，少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哇，跟煮螃蟹似的！哎呀，这么烫！你说你要是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得立即去看大夫。走吧！郭小四儿，慢点，慢点。等会儿啊！让我歇会儿。哦，我走不动了。那您坐这儿吧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？还怎么回事？我要是再晚来一些，你跟那个杜月笙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说什么呢？是什么煮熟饭啊？少爷，你还真以为那个杜月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打这一路来，他明着是帮你找小倩姑娘，暗着是破坏你俩的关系。切，我早就看出来他没安好心，但是我就是没有把柄。小三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少爷，我真不是乱讲，你仔细好好想想，我要再晚来一点，你们不就……哎呀，这么说，杜月笙他不会吧？怎么就不会呢？少爷，幸亏我路过厨房，我就看见那个杜月笙鬼鬼祟祟的往汤里放了什么东西。这个女人太不要脸了，居然在汤里放的是春药！不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少爷，小四儿从小跟你长大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原来这杜月笙一直在骗我。嗯，谢谢你，小三儿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我得找他理论理论。哎，少爷，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。我刚才看见小倩姑娘出去了啊，估计是看见你和月容姑娘误会了。你现在赶紧去找小倩姑娘解释解释吧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真是耽误事儿你！哎呀，哎，少爷，早知道我耽误事儿，我就晚来一些，成全你们的好事得了。哼，少爷，小倩姑娘，小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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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么？好像有人在哭。哦，怎么了？在那边。啊！小倩，小倩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哎，小倩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小倩，你说呀！袁道长，丁大哥他怎么了？是不是书呆子又被黑风给抓走了？他骗了我，他和月容姐他们两个。怎么了？书呆子为了月容不要你了？哎呀，不可能的！他要真喜欢那个兔子精的话，他不会千山万水的来找你。小倩，先别哭了，是不是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误会，怎么可能是误会？我亲眼所见，他们两个滚在一张床上，宁家上下都已把月柔姐看成宁大哥的妻子，只有我还蒙在了鼓里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，不要一棒子把人给打死了。有什么事情，等宁公子来了以后，让他亲口解释吧。还有什么好解释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不听不听不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里会很危险的。其他的人呢？没有其他人。我和娘和秋秋走散了，只遇到了宁大哥。现在就变成我一个人了，怎么办？袁道长，我该怎么办？没事，别哭别哭。怎么？哎呀黄眼睛，黄眼睛！哎呀，黄眼睛啊！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要不就朝三暮四、见异思迁、东扯西扯，别哭了；要么刚一见面，一会儿就抱上了。哎呀，这看了受不了啊！也不管有没有老人和儿童在旁边。哎呀，说了，小倩，哎，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晕了！少爷，少爷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赶紧避避雨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小倩，说不定她也在淋雨呢。少爷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小倩，小倩姑娘，小倩，快点回去吧。你走啊！小倩，豪杰在找你，太危险了。你走啊！我知道你担心小倩，可是下这么大雨，她肯定躲起来了，你找不到她的。不用等雨停了，我们再来找她好吗？她毕竟是我的好姐妹啊。你还知道小倩是你的好姐妹，你就为你的好姐妹做出这种无耻之事吗？杜月笙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太真大哥，我知道你怪我，我也明白你心里只有你小倩，我这样做也是有苦衷的。因为在成亲之前，我曾经答应过干娘，一定要为宁家后续香火。虽然你我做不成夫妻，但我还是愿意为了干娘，为宁家添丁。这次我虽捡回一条命，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我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，我无法完成对干娘的承诺。财神大哥，我真的不想让干娘难过，所以才……够了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杜月笙，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。从一开始你就处心积虑的要嫁进宁家，这一路上你都在说，为了我，为了小倩，其实是想拖住我，对吗？杜月笙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家，怎么能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你和那些淫娃荡妇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给我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原来你是这样看我。听见了吗？少爷让你走啊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走啊！你不想见到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我
不过就算你再恨我，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出气。还是早些回去，以免着凉。我不要，小倩，少爷，少爷！嘿嘿，师傅，真是的，喝个茶也不安分。一人是安分，可是你的心呐，不安分。你的心呐，早就飞到了那个牛鼻子和那个小狐狸的身上了。师傅，你又胡说八道了。我哪儿胡说了？乖徒儿，师傅多次的跟你说过，虽然那个牛鼻子也不怎么地，有的时候连师傅都看他不起，但是现在这小子居然还就是个香饽饽。你要是不抓紧点儿，看紧点儿，要让那小狐狸精给拐走了，你后悔可就晚了。师傅，我的事情啊，不用你瞎操心了。你说我能不操心吗？啊，你是我的徒弟，牛鼻子是我的徒弟女婿，小狐狸要拐走我徒弟女婿，你说我当师傅的能不操心吗？师傅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跟那个大木头什么都没有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嘴上说什么都没有，其实心里啊什么都有。这一路上你们打情骂俏眉来眼去的，师傅可都是生生的看在了眼里。而且呀，师傅还真看出来了，这个牛鼻子还真对你动了心思了，他是真的喜欢你。不对，他如果真的对你动了心思，为什么现在要去陪那个狐狸精呢？这不是想脚踏两条船吗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徒弟，赶紧的跟师傅走，现在就去找他，把他给抢回来。走！哎呀，抢什么抢呀！师傅，你越说越离谱了，人家又没说喜欢我，这是你自己在自说自话罢了。再说了，感情的事情我也想开了，他喜欢聂小倩，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了。如果再纠缠下去，那最难受的是你徒儿我。与其这样的话，那不如尽早抽身啊！哎呀，说的那么容易，感情的事儿，你说抽身就抽身得了啊？你自欺欺人。自欺也好，欺人也罢，总之我的事情啊，以后拜托聂老头，你就不要再费心了。你呀，总是越帮越忙。哼，还有啊，我已经答应过大木头，要和他一起去保护聂小倩。目前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，其他的一切随缘吧。师傅，你不也说过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又不是君子，你是傻丫头。小倩，你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稍微吃一点吧。你受了风寒，如果一点都不吃的话，恐怕你会撑不住。也许死了倒还干净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和宁大哥几经生死，几番离合，本以为这份爱已经刻骨铭心，海枯石烂，可没想到，到头来其实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如索性一走了之，不再相见，今天也就不会再难过了。小倩，你和宁公子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才能走到一起，难道你还怀疑他的真心？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，等找到宁公子之后，一切自然就真相大白了。你何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真相就是他和月容姐做了苟且之事，
是我亲眼所见。眼睛看到的一切，有时候不是真相。眼睛可以骗人，可是心不会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相信宁公子他会背叛你们之间的爱情吗？好了，你现在先把身体给调养好，然后再想这件事情。现在呢，你乖乖的把这碗粥喝了。燕大哥，小倩姑娘，有谢莫大哥的消息了。什么？